各位嘅隊員將會陪住我哋一齊觀賞今晚嘅比賽，喺之後再會帶嚟精彩嘅表演。欣賞完咁精彩嘅演出，跟住落嚟就要介紹我哋今日雙方球員出場啦。首先介紹下隊江西贛詞嘅球員，首先介紹這隊江西贛詞嘅球員，0號 Jalen Harris，1號劉俊文，3號韓超，5號馬哲來，7號郭杰，10號 Benny Stan。